台港建庄200档的开幕大戏，台港5万将伫咧5月6号、7号2天登场。市府第3日特别举办活动宣传记者会，黄伟特表示，幸运会当见证到台港建庄200档的现在，回首过去，咱爱感谢先人辛苦的开垦，也因此市府用心规划了一系列建庄200档的文化活动，要来回顾历史，同时嘛展望未来。伫即个大的演出甲大的展览中间有足济，咱有27种，拢有一个演出，共同来庆祝台港200年。所以我想伫遮非常感谢咱文化部对咱的帮衬，感谢咱地方国庄头27庄，大家共同为咱地方的即个200档的即个历史的点，共同来向咱全台南市、向全台湾，甚至向外国的朋友来展现咱200人来的一个意义。嘛真感谢咱西班牙的这个驻台代表处提供伫咧因的博物馆里面海事地图，宾馆西班牙200档来201档前来台湾的时阵，伊所有的即个台港的地图，这拢是非常这个宝贵的历史的一个记录所以而且非常感恩。伫记者会上，黄伟特也亲自颁发感谢状，予西班牙商务办事处，感谢西班牙马德里海事博物馆出借200档前西班牙绘制爱摩沙岛荷兰港口图。黄伟特讲，这个地图所谓是200档前的台港地图，对台南来讲是非常宝贵的历史记录。文化局嘛说明，台港5万的演出地点是伫咧台南市综合农产品批发市场，地点位伫咧13店，旧时为台港拓垦的核心地带，也是安南区民众生活采买主要场域。现场将会搭起新的显馆，并会依照鼓励，供应台港27庄头各大庙神尊前来看戏，展现建庄结社、天定神佑临安基的精神。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